？live 了还没有？live 了。没有了。大家好，中国学员们晚上好，新加坡学员们晚上好。那么大家听得到老师的声音吗？因为今天麦出了一点状况，所以老师就直接不要用麦，跟大家直接的沟通了。好，那么还没讲课之前呢，
老师跟学员们打个招呼 ，Anthony 你好 ，Josephine 你好，阿明你好 ，Kelly 你好 ，Angela Christine 来伊你好 ，Don 你好 ，Ken 你好，苏怡廷慧。Yip Lai Hin, Stephen, Michelle, Jennifer, Dawn, Shirley, Angie, 佳丽 Jennifer, Jessica, Pauline, Judy, Violet, Zania, Doreen, Colleen, Alice, Wei-Ling, Kume, Nigel, Jerome, Lê Hun Er, Kai Dan, 应该对哈 Jackie, King Fat, Felicia, Lester, 黄师兄、黄学员 ，Lilian、Camille、Winslet、阿明、秋妹、米林、大家我 Esther、Felicia Lee、Hello、Maggie、Florence、Hui Jane、Nico、Wilson、Yvonne， 大家吉祥，大家好。好，那么 Adelaide 你好。好，耀俊你好，大家晚上好，我们的帅哥耀俊。好，那么呢，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大家就知道，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相啊 ，Victor 你好。上次讲的是这个智慧线，那么智慧线呢还没讲完哦。智慧 Joe 你好 ，Andre 你好 ，Hello。那么智慧线没讲完，为什么智慧线也蛮长的？其实每一个线如果要讲得很清楚的话，要花一个非常长的时间去讲。那么老师这个课程呢，修豆豆你好，是给大家一个简单的认识，一个简单的认知。哇，这个名字很长 ，Yukiko Kaneshiro Konbanwa， 皆さんこんばんは。好 ，Jeremy 你好 ，Violet 你好。那么呢，大家应该可以听到吧？应该是 OK 的。大家如果听到的话 ，can hear， 我发了讲 can hear。好，那么那些听不到的呢，你就要看你们的这个电视机呢，还是手机呢，要调一下哈。好，那么今天老师分两个阶段，因为今年这个其实是每年，因为现在新加坡已经开放了，所以老师今天第一堂课呢，上半课呢，老师会讲这个手相学。下堂课呢，老师会告诉大家为什么8月是这么超级无敌重要的其中一个月份。大家知道一年当中有2个月份是特别重要的吗？第一个月份呢就是8月，第二个月份呢是哪一个月呢？就是我们10月重阳节戳香球的时候，这2个月份是超级重要。当然立春新年也非常的重要，好，因为立春已经过了嘛，所以呢，要改变命运，要增加正能量场呢，要真的迅速般的提升我们本身的这个磁场的话，非常重要的是8月跟10月。那么8月跟10月是其中2个月，老师介绍给大家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待会呢，老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呢？这个月8月份是超级重要的。好，那么呢，事不宜迟，老师先跟大家开课了。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的智慧线的下集了。那么这个阿明讲说农历7月吗？是农历7月，现在农历7月。好，那么老师先卖个关子吧。很多人说农历7月是一个很不好的节日，为什么呢？因为鬼门开，鬼门开是很多的这个孤魂野鬼呢就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会比较阴，所以比较不好。那么这个是中国华人的这个文化跟这个来解释。那么在印度的文化呢就不是这么解释了。在印度的文化是这么讲的：8月份是超级无敌非常吉祥、改变命运的大好时刻。那么为什么会这么讲呢？跟华人的这个文化有小小的出入，是为什么呢？待会老师会告诉大家。其实7月是非常吉祥的，不是恶鬼门关出来，而是这个7月是怎么来的呢？待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老师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好，那么我们就继续看 PPT 讲我们的智慧线了。那么我们回顾一下智慧线到底是讲什么的呢？它是关于我们的思维的角度，以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意志力、思考力，都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
那么这个智慧线呢，是从哪里生出来呢？是从我们的生命线生出来。如果连接在一起的话呢，就代表意志力是非常的强的。好，那么老师再回顾大家我们上一个课程，最上面的这个线呢是叫做什么线呢？最上面的线叫做什么线？感情线的。那么第二条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呢，第二条线就是这个智慧线。那么这个智慧线本身呢，有分隔，还有连住我们的这个生命线生出来的。如果是智慧线跟这个生命线是连起来生出来的话呢，就代表你的意志力呢是非常非常强的。意志力是非常非常强的人。好，那么我们继续看 PPT。如果智慧线很长的话，就代表你本身是深思熟虑、记忆力好，所以这个呢也是恭喜你的。好，那么今天老师教大家新的看法，在我们的这个智慧线了。如果智慧线呢有这个星星的存在，星星是什么样子呢？打叉是一个 X， 如果多一条线或多两条线，像一个 asterisk 像一个星星这个样子呢，这个就代表星星的符号在我们的手上。这个星星的符号就在我们的手上了。如果这个星星的符号呢是在我们的智慧线上面，就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看清楚我们的智慧线上有没有这个星星的符号在我们的智慧线。如果有的话，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下，小心这个脑部，你会经常呢会有这个头痛的问题。所以呢，如果学员们你经常偏头痛的人，大多数你的这个智慧线上面呢会显现这个星星的像，这个星星的像，英文叫做 asterisk。所以呢，大家现在呢，老师也不会赶大家仔细看自己的手，看我们的智慧线有没有这个 asterisk。看不到的话，用手机的那个 torchlight 照一下，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星星。如果有星星，不管是在上、在下、在中的话呢，有的话就代表你很容易有头疼偏头痛的这个问题了。所以看一下。好，那么我们就继续看第二个符号。第二个符号呢是这个星星是在哪里呢？在智慧线的旁边。它不在智慧线的线上，这颗星是在智慧线的旁边的话，如果有这个星星在智慧线的旁边，老师恭喜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代表你很有智慧的了。如果你的孩子，你看他的手线的智慧线的旁边有这个星星，或者你本身你先生，或者是你家人，或者你要聘请的员工很重要的人的话，他的这个智慧线的旁边有星星的话，你一定要请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个智慧超级高的一个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手，看我们手的旁边有没有这个星星的这个标志。看有没有星星的标志。如果有星星的标志的话，在旁边不是在线上的话，就代表这个人是超级无敌有智慧的。好，大家看一下。如果有的话，请在脸书上留个言，说我有这个智慧线，是不是男的看左，女的看右吗？不是的，两个手都得看。看手相是两个手都得看的，没有说男左女右的。两个手都得看。好，那么我们就继续再看了。好，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叫做打叉叉。刚才那个叫做星星，这时候这个叫做叉叉，叉叉就是一个 cross。如果智慧上有叉叉的话，3个以上代表什么呢？它就有心脏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大家知道这一点，你有没有心脏病、心血管阻塞，会因心脏病呢招来很大的这个不幸的遭遇的话，很容易看。你在智慧线上，如果是有3个叉插在我们的这个智慧线上的话，就是有心脏的问题了。Felicia
这个你讲有哦，就是你知道什么原因了吧？准不准？超级准的。一般有心脏的问题、心血管阻塞的话，一定绝对在他的这个生命这个智慧线上呢，一定有叉叉叉叉再叉叉哦，最少有3个以上，就代表你一定要非常留意你的心脏。所以如果真的有3个叉叉的话，记得去看医生，去检查一下去检查一下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么老师教你一个方法来破掉你的手上3个叉叉的这个麻烦。那么什么样的破掉的方法呢？大家洗耳恭听了。第一个方法，用我们的水箱7号的水箱，记得它的号码是7号的水箱，喷在我们的心轮之上，喷1次，然后呢顺转9回，顺转9回，然后呢我们的手这条线老师翻一下，老师，我们的手的这条线也喷一下7号的，然后顺转9回，左右手也是，左右手喷1次在这条线上，那么我们顺转9回，这样子做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呢？改变我们手上3个叉叉的麻烦，3个叉叉我们就给它擦掉，不是因为有3个叉叉，我们就要遭受到这个叉叉的祸害跟影响。所以老师今天给大家很好的一个方案，如何 cancel 掉你3个叉叉在你的手上？用7号的水箱喷在心，1次喷1次，顺转9回，喷在左右手的这条线，老师也不会怎么讲，这条线叫做什么线？喷，然后转9回，左右手喷转9回，就可以把你手上伸出来的叉叉在你的智慧上。马上怎么样呢？马上缓解，大事化小，小事就会化无了。这个呢是非常超级无敌重要的。第2个方法，用个人定制的水香或者叫香水。例如说，很多人说老师，你帮我看我的生日年月日时，你帮我来调我本身的 magic potion， 自己的魔术香水，只有你专人所属，全世界没有第2个人所属，是因为老师看了你的这个年月日时，老师把你的吉祥的花、吉祥的草、吉祥的根、吉祥的草本放在一罐这个你本身的这个就是这样子个人的水香，这个就是个人的水香，老师亲自为你定做，亲自为你调配你吉祥的草药以及花香等等的这个草本在这里面，这个叫做个人的水香。那么你用你个人的水香呢，喷在你的心轮，喷在你的这个手的这条线的左右手，也顺转9回，这样子呢就可以把你手上3个叉叉给 cancel 掉。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我们的手相是没有3个叉叉，需不需要这么做？老师觉得也需要这么做。为什么呢？如果你老年不要中风的话，不要有 stroke 的话，你每天或者1个礼拜2次到3次，用7号的水香或者是个人的水香，喷在心轮跟2个手的这条线的话，老师觉得你绝对老年不会中风 ，You will never get stroke。这个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方法哦，所以你看老师的节目是救命的啊！是为什么呢？可以解除掉很多很多的问题，有正确的方案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越来越健康，活出健康，活出光彩，非常的重要。好，那么除了这个叉叉以外，徐红你好，徐红你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哈。好，那么除了这个叉叉以外，那么另外一个叉大家就要留意了。如果你的智慧线的尾端出现叉叉一个叉，就代表什么意思呢？好，我们看一下，你的这个叉在你的线的尾端出现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你可能会遇上严重的意外。
你可能会严重的意外，例如车祸，例如溺水，例如很多很多就是不太好的事情发生。如果你的智慧线的尾端有一个叉叉的话，就代表什么呢？大多数没有一定，不过大多数你的生命当中会有意外的发生，所以如果你是驾车的学员们呢，你驾车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你驾车都是非常的小心。好，老师怎么帮你呢？老师现在告诉你了，如果你的智慧线上有一个叉叉的话，你一定会意外受到意外。那么呢，你的脸上也会有一个记号。如果你脸上再配合这边有一个叉叉有一个意外的话，就代表什么呢？哎呦，有时候老师不要讲太严重吧，会吓死大家，吓死观众。就是可以怎么讲啊？擦肩而过，没有那么严重。擦肩而过没有那么严重，要怎么做呢？大家就洗耳恭听。如果你这边智慧线下方有一个叉的话，记得，不管是自己老公、孩子、老婆、兄弟姐妹，你一定要跟他们讲，要非常的小心这要非常的小心这个意外。好，通常这个意外要发生的时候呢，会发生你的脸相，老师讲过了。那么脸相，如果大家还不懂的话，老师再复习。如果忘记了，老师再复习一下。你的脸上的眉毛，尤其是40岁以下，40岁以下，或者讲50岁以下，应该讲50岁以下比较安全一点。50岁以下的学员们，如果你发现你的这个智慧线有叉叉，然后例如说你是20多岁。你就发现到你的眉毛有一条长得非常的长，你要尽快把这个长的眉毛给剪了，你就可以躲过这次的灾难。如果你是30多岁也好，40多岁也好，10多岁也好，妈妈们、爸爸们，你留意看你孩子的线，如果真的有这个叉叉的话，第二个东西老师帮你救你。你一定要看你孩子哪一年突然之间他的一个眉毛长出来比较长，就代表2年之内他会出意外。2年之内，或者是1年之内他会出意外。所以你马上怎么样呢？把他的这个长的眉毛给剪了，就怎么样呢？躲过这次的灾难。所以老师讲，没有东西是一定很惨或者是不幸的，只要懂方法，擦肩而过都能够怎么样逢凶化吉的。所以大家不要悲观了，一定要正能量，像老师这样非常正能量的。所以老师学玄学不是定案，而是改变自己的命运。记得不要给一般的八字老师、紫微老师吓到你半死，算了八字、算了紫微，你可以跳楼那一种，你千万不要去落在这个定案当中。把自己判为死刑，千万不行的，记得。所以老师学玄学是为了什么？为了找方案。有了方案，我们就怎么样就可以转机的了。所以一定很重要啊，记得。所以老师这个帮大家一个忙，就是说，智慧线上如果有3个叉叉，老师讲过怎么办？用个人水枪或7号的水喷3个地方，这3个地方一通，你的这个叉叉就没戏唱了。你叉叉产生不了它的作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跟这3个地方就对着你的智慧线3个叉，你说有多厉害？这个方法非常厉害的。另外一个呢，如果你的智慧线下有一个叉，就代表你会意外，严重的意外，那么怎么办呢？简单，你就看你哪一年的眉毛一长长，把它剪掉。你就躲过这次的意外了，很简单。如果不讲这个方法的话，没有人知道这样子可以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擦肩而过，又可以逢凶化吉。这个是很科学，没有迷信的。迷信是什么？如果下面有一个叉，我就死了，我惨了，我意外了，我就死定了，这个就叫迷信。可
可是一个自信的人呢，有智慧的人呢，不会慌，不会乱，会找方案，就是老师跟你讲的方案。眉毛长长剪掉，这样就可以了。是在眉毛后吗？还是前面？不管后中前，一发生一条根长的话，你就得剪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老师希望大家懂得基本的玄学，可以保护自己。因为老师不是每次在新加坡，也不可能24小时陪着大家，对不对？所以大家要自己保护自己的，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老师跟大家讲这些方法，真的是千金万金都买不到的方案，也没有人会讲出来，也没有人会怎么样子啊，学到这一点来讲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怎么珍惜老师给大家所分享的哦。Age below 40 is it below 50? 安全讲 ，age below 50， 50岁以下，如果有长出来的会意外。好，再来讲了，如果我们的手掌有这个锁链，有这个锁链的话，就代表什么呢？第一个，无法集中精神，你没有办法 concentrate， 或者你孩子读书很差。因为你看他的手的智慧线有这个锁链的，他没办法集中精神。第二个，这个锁链在前端，记忆力差，智慧不太高，而且他很喜欢喝酒的。一般的人不是一般的人如果你发现这个人很喜欢喝酒的，记忆力也没那么好的，你就拿他的手相来看。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智慧的前端这边前端就会怎么样？有这个锁链的这个符号在那边，就代表他的记忆力很不好，记性也不好，那么智慧也没有很高，只喜欢喝酒再喝酒。这些通常有这个锁链的人都会混哪一个地方呢？就很多呢，酒吧了。混酒吧的人会比较多，或者在新加坡在咖啡店一直喝酒，东家长西家短，也是这个样子。这里呢也是会有这个锁链的就是因为这个锁链会造成他现在的生活习惯，所以也是这样子链接的。好，我们再看一下，锁链在整个智慧线来讲呢，可能会有脑部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的整个智慧线都是有锁链的话，你要非常非常留意你的头脑。这个头脑呢就很容易生脑瘤。一般很容易生脑瘤的人，他整个智慧线这边都是有锁链扣住的，整条有锁链扣住的，就会生这个脑瘤。而且这个脑本身呢会有这个精神分裂症或者是近板桥那一种神经错乱症，这些都是这样子的。整个智慧线都是锁链一条线，所以精神上呢就是很不好的。如果你发现你的对象或者孩子们或者是谁呢有锁链整条线的话呢，有什么方案来帮忙呢？很简单，第一个方法，用5号跟1号的水香喷在那里，5号的水香喷在头顶，喷1次转9回，1号的水香喷在这个天心转9回。这2个穴位叫做顶轮跟眉心轮，这2个轮是专门管头脑跟发达跟智慧的。所以呢，如果你的线全部是有这个锁链，记忆力不好在前端或者这个你发觉他每次智慧不高，每次要喝酒的话，要断掉他的酒瘾，你一定要用这2个轮来断掉他的酒瘾。你厉不厉害？很厉害的，古人的智慧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呢，大家记得，如果这个人有精神分裂症，你只知道这个方法，5号跟1号，5号喷在头顶的水香，1号喷在天心的这一部分，这个2个轮就可以破除你
本身的记忆力不好呢，智慧不高呢，或者是想没有那么透彻，或者有脑部的这些问题呢，以这2个5号跟1号来拯救，就可以帮忙到了。也没有很难，也是蛮容易的。那么如果已经有精神分裂症的话，已经有这个精神这个怎么讲啊？记忆力不好，或者是等等脑部的问题的话，又有什么方案来帮忙呢？也是有方案的，用的就是金刚王水香了。那么金刚王水香呢，除了喷头顶、喷天心，脑部的2边都得喷，后面要得喷。1、2、3、4、5个部分，你喷金刚王、金刚王、金刚王、金刚王，这5个部分一喷的话，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脑部的神经线开始活跃，负能量排出，不会得到精神分裂症、精神衰老症等等什么头脑的瘤什么东西呢，都可以化解的。老师在讲，如果已经发现有问题了，怎么办？喷金刚王香在头顶、天心、脑部的2边2侧跟后头这5边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帮忙我的头脑非常的清醒了。这个是很厉害的方法。那么老师再跟大家教育一下，这个方法来自什么宗教？他讲得非常清楚，可是又讲得不清楚。大家觉得是什么宗教？讲了这5个点，大家觉得有没有宗教，或者是甚至有没有宗教讲到这5个点的？学员们，如果知道的话，在脸书上可以发你们的这个答案，让老师知道。忧郁症也可以同样做法吗？可以的，忧郁症可以做法。老师现在教大家这个婆罗门婆罗门也是有讲到这个。那么老师先解答这个阿明的这个问题，他问的是忧郁症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忧郁症要用2种水香了，第一个呢是金刚王喷这5个地方，第二个呢要用的是什么呢？用的就是贵妃香。贵妃香记得金刚王喷，例如说喷了金刚王，然后再喷贵妃香，一起用可不可以？可以一起用，或者是早上用金刚王早上应该用贵妃香，晚上用金刚王，这样子分来用可以吗？也可以这么用，也可以这么用预防也可以这么用如果没有大事的话，就5号跟1号。如果你觉得那一天的精神特别不好，记忆力特别衰退的话，你可以用金刚王喷这个5边，用贵妃香喷这个5边的话，可以帮我们很大很大的忙。如果大家要试看一下，老师鼓励你去试，你就感觉到哇，我的这个头脑非常的清醒，非常非常的棒。好，那么第2个问题，老师问了哪一个宗派或者哪一个宗教呢？有讲到这个5点那么很多有些学员就讲印度教、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也是有讲，不过呢有一个宗教讲的会非常的透彻，那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密宗密宗讲的非常的清楚，可是他又讲的不清楚。密宗大家知道不是有5方佛或者5方如来，那么这个5方如来讲真正的呢，他们是在头上呢是住在哪里的？真正的地方呢住在哪里呢？是按照这个5方如来是住在我们的头顶上的。所以你看我们大如来头戴5佛宝冠，有5佛宝冠。那么为什么会有5佛宝冠呢？是因为这5个地方呢专门对治我们的头脑部神经线的。所以呢中间这个顶轮，我们顶轮是谁住的呢？如果是佛教徒，这个叫做大日如来所住的。那么中间天心呢是谁住的呢？是阿朱佛所住的。那么我们的右边的这个侧面是谁住的呢？多宝佛所住的。后面这个这个脑神经线是谁住的呢？阿弥陀佛所住的。左边的这个部位呢是谁住的呢？是不空成就佛所住的。所以在密教里面呢，密教是一个大科学之教法，它不是迷信的教法，只是很多人不懂得解读密教的教义，所以变成怎么样呢？就是一个迷信的了。就说5方佛住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它会住我们的顶。五方佛代表五方智慧，是五大神经线重要的穴位的部分。这5个地方可以帮我们治所有的精神分裂症、脑肿瘤精神错乱症等等呢。这5个地方都可以帮忙我们的，这个很大的帮助，以及佛教本身的很大的智慧，就是密宗。密宗不是迷信，也不是什么讲的古怪怪的，没有这回事，全部讲的是科学跟理论跟逻辑上的了。好，那么Pauline 问了，焦虑症跟恐慌症也是一样的做法吗？一样的做法，先用金刚王香，再来用贵妃香，这2个就可以，碰这5个地方，你就已经可以把所有脑神经的问题给解除掉，就解除掉。如果大家有兴趣再听这个的话，老师改次再跟大家分享，或者老师上课的时候教大家如何利用我们这5大重要的这个部分来启发我们的智慧力，也是有这个禅定方法的。所以很多方法在我们向道里面呢都有教导，是很神奇的。大家说是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都有方案，所以大家安心，不会有事情不会太大的。好，我们继续再讲了。如果智慧线是断线的话，代表什么呢？你会遭受到生病，影响事业也不好，感情有考验，都不是很好的。贵妃香也是这5个地方吗？可没有问，贵妃香是喷在这5个地方，对的。好，那么我们就讲了，这个智慧线如果有断，如果有断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 PPT， 就代表你这辈子的身体也会很弱，经常生病。那么事业呢本身也是会受损，感情也不会说非常好。所以呢，生病很弱的人，你一出生孩子很弱，或者自己身体很弱，或者每次病在床上，大多数的时间躺在床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你的智慧线都是断的。断1节、断2节、断3节，只要断，它也就是讲断的了。所以这一点呢，你就要留意了，因为身体不好会影响你的事业工作，甚至会影响到你的感情，所以这个是连贯性的影响。好，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老师教大家过，双手开光，贴金箔喷开光水香这个呢，你就要时常去做了。为什么呢？有一个学员告诉老师说，老师，你的这个开光水香太神奇了，我有一条线是断的，可是我粘了金箔喷了开光水香，他们很像是每天做吧，过不久他的线就连成一块了，就没有再断了。这个是老师学员告诉老师的。那么老师说恭喜你。所以开光水香有多厉害，开光在双手有多厉害，它可以把不好的符号，把断的线重新改变。所以这一点呢，如果大家要改变命运的话，你一定要很用功。金箔开光水香时时刻刻喷在双手，因为这个是公开课，老师就没有教大家完整的开光，为自己开光的方法。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请到我们的香道馆来，老师或者黎黎、阿噜、阿勋，中国的是玲玲，都会教大家完整的开光的方法，整个身体就可以有正能量，负能量不会到我们的身边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方法。好，再来讲这个智慧线，这个老师上面打错，不是锁定在智慧线是智慧线很长，非常的长。老师曾经讲过了，这个代表什么？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功。只要你努力就可以成功。好。那么我们就 Josephine 问，智慧线就是叉，说有车祸有分几时吗？是发现了还是未来？当然它的定时看你的眉毛，还有看你别的符号在你的手上，就可以看出是几时了。因为这个不是
很深的教学，这个是介绍，所以这个老师就不讲了，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呢，如果智慧线是趋上的话，不管是左手跟右手，它是趋上的话，他有生意头脑，可以做投资，不过他比较会计较。所以，例如说你的这个生命这个智慧线是往上扬的，就代表你很有生意头脑的一个人。那么你很厉害做投资的。所以，例如说你要找一个 fund manager， 你要找一个 fund manager， 你要找一个很厉害投资的人，看他的手。如果他的手是像他那个智慧像的，像一个笑脸，像一个笑脸这样子的话，哇！我告诉你，这个人投资的脑筋特别灵敏，特别灵光。不过很少人吃这行饭的人，很少的。如果真的找到往上扬的话，你的孩子的线是往上扬的话，你教他读经济，他一定是成为经济投资的达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厉害。好，那么如果是智慧线是长到尾，就是很长的意思是往下扬的话，努力可以成功，努力可以成功。好，那么只要简直怎么讲啊？长话短说的话，智慧线只要是长的话都是好的，不要短。智慧线长的话都是好事所以一定会成功的。所以这个也是恭喜大家了。好，那么我们就继续讲了。这一点是有一点比较少人有的，就是你看智慧线突然之间，智慧线会延伸出一条线往你的食指跟中指的中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代表这个人非常的聪明，不过他不切实际，每次惹祸上身的人。你每次看这个人是 asking for trouble， 他的手相一定有这个出来。智慧线跑到食指跟中指往上趋上的，就是聪明，不过是惹祸上身的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现象。所以看我们有没有。那么另外一个呢，我们继续看，趋向我们的食指，它不在中间的，它是趋向食指，又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充满了精力，勇往直前。不过呢，他非常喜欢名利，喜欢物质，喜欢钱财 ，very materialistic。就是说，如果尤其是女孩子，一部分的女孩子，她这条智慧线上有一条线往这边食指这边往上的，你就知道这个女孩子是怎么样的个性。她一定要嫁给有钱人的，她一定要做太太的，都是会有这条线上来的。她很喜欢名牌的，就会有这条线上来。她很喜欢这个名声很响的就会有这条线跑上来，好不好？没有说好跟不好，这个是如果他为了名利，为了物质，为了金钱，他努力，充满了精力的往前冲的话，也是一件好事。他这种人是不会懒的，这一等人是不会懒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有一条线智慧线有一条线往你的食指上的话，就代表这个人非常有冲劲，非常有冲力，为自己的生活打拼的人，这个精神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我们就看我们的手相有没有这些线，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脸书上发问，老师一定会跟大家解答的。好，我们就看 PPT 了。最后一个呢，就是鱼骨了。如果我们的智慧线的尾端有鱼骨的话，它代表什么意思呢？大家看一下，他有低血压，他经常会晕，他会有头痛，而且他的颈椎又不好，心脏也不太好。老师讲过了只要有鱼骨在手上，都是不好的现象，都是不好的符号。所以大家看我们的智慧线尾端有没有这样叉叉小小的这样叉？如果有的话，就代表什么呢？
你可能会有低血压的问题，你可能会经常头晕的问题，你可能也是有头痛的问题，而且你的颈椎这个颈椎不好的问题，心脏也不太好的问题，其中可能会有几样，或者甚至一样，或者全部中招都可能有的。所以呢，手本身呢，绝对呢是不可以有淤骨的。好，这以上不好的符号的话，怎么方法可以帮呢？老师讲过了，就是开光手、贴金箔跟水香，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怎么样呢？逢凶化吉了。所以这点呢，如果有的话，也不用太着急，不用太感到 Oh my God， 我有了怎么办？你就开始晕了没有晕也真的晕了。没有问题的。你只要开光你的手上的这个不好的符号呢，它不会有太大的这个作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老师最近不是出了这个洗发水跟生发剂吗？那么呢，老师还没出之前呢，老师都会给老师这边的像我们的员工老师的家人去用，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现场成功立案的时间了。那么老师呢会请一个证人，这个证人是谁呢？大家都认识的这个成功案例的这个证人，他是怎么样的成功方式呢？就是老师还没出这个shampoo 洗发水跟这个生发露，那么老师先给老师的母亲用，那么老师也给莉莉用。莉莉就是我们这里大家都很认识她，我们的服务的这个非常资深的学员。那么她用了这个洗发水跟这个生发露呢，有怎么样的奇迹发生？我们现在请莉莉不是电话了，本尊现前跟大家解释一下，来跟大家打招呼，看得到吗？老师移一下，好，来你站这里。OK，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大家应该是认识我我不需要介绍了。对，这是中国学员们，他是我们新加坡最资深的这个香港学员，在这里呢服务所有的学员的问题等等的事项。那么老师还没做出这个生发剂跟这个生发这个 shampoo， 那么呢，老师就给莉莉用了一段时间。对。那么莉莉用了一段时间呢，那么产生很大的奇迹。现在由莉莉跟大家分享了。OK， 当老师还没有 launch 这个生发剂，就是hair serum 跟那个 shampoo 的时候，我已经用了。其实我只是用它的那个 hair serum， 然后有什么奇迹呢？因为我用了大概是两个多月吧，因为那时候老师还没有出的时候，所以我就自己用。然后因为我不喜欢油油的，所以我是在晚上睡觉前用，就是老师的那个 hair serum 我就涂在我的那个头皮，就是 hair scalp， 然后 massage 我就睡觉。然后什么奇迹出现呢？就是我有白发。就是有很多白头发是 hidden 在里面的。然后呢突然间有一天我是梳头的时候，发现了一条我的头发，就是下面是白的，就是 grayish color， 然后上面呢是黑的，所以长出来的那个头发是黑的。而且我就我很eager，然后我就把它给拔下来，然后拿给老师看。就是作证所以我现在也是可以给你们看，给大家看，证据会不会看得到？现场的证据而且不只是白OK， 从白到黑，然后那个黑的又是很厚的，很厚，因为我头发是很薄的，所以当我看到这个黑发的时候是又厚，然后我又有圈的嘛。对这里现场看真的是从看得到吗？非常薄变成非常厚，看到这样。我不知道看得到吗？下面是白的，然后上面是黑的。看得到吗？清楚吗？推远一点。看得到吗？来，看到吗？你看下面这个呢，原本就是白发嘛。那白发生黑发，那么这个黑发呢，不但呢是比前端来的更厚，那么之前呢是比较薄。
所以你看我们的天然的这个生发剂有多么厉害，对，因为是18个药草，而且是从印度来的草本，所以一定要用。所以我鼓励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就不妨请1 set， 然后去用。然后那个shampoo 也是很好用啊，shampoo 它会给你头发有 volume。对，超好用，超好用。虽然老师的头发是剃的，不过老师也是在用，用了我就觉得太棒了，真的太棒了。是。如果学员用过我们的 shampoo 跟这个生发剂的话，我告诉你，你哪一天生发的话，或者是头发转黑的话，请你做老师的证。对了。所以 Lily 对的 root is black, right? Yes, it's black. It's black. 看得到吗？我的头发会保留放在这边呢。这个证据呢，会放在我们新加坡皮医生为这个证据了哈。正堂正供啦，什么叫做所以大家可以看，用了我们的这个生发剂就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了。好，谢谢你啦，谢谢老师，谢谢。你看神不神奇啊？超级无敌神奇。而且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 shampoo 生发的 shampoo。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生发剂了。我妈妈掉头发掉了很多年，她用了，她觉得太好了，也是生发，短短才几个月，才1-2个月就可以见效。当然老师不敢讲是不是每一个人不过最近有用的都觉得很不错的，都很不错。所以如果大家不要掉光头发，请用我们的独家秘密武器。就是生发洗发水，那还有生发剂，所以这个呢是非常厉害的用了就知道。像老师的，我们出了牙膏嘛，我们的这个牙膏是全天然的，也是超级无敌厉害的很多人用了牙膏说，老师我变得怎么头脑清醒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牙膏你一刷牙的时候，它就会这个药草就往上升到我们的松果体，融化松果体的那个 crystal。水晶那个晶子，然后呢把它变软，那么我们的记忆力也就会非常好所以这个天然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化学的，是非常安全用的，也没有副作用。你看这个怎么讲啊？1石2鸟吧，还是有很多的好处，没有副作用呢。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试的，而且价钱也不贵，讲真的，所以非常可以用的。好。那么现在呢，很重要的下一段课来临了，是什么课呢？为何8月是其中一个大吉之月？如果大家想知道如何改变命运的话，现在真的是更加的要洗耳恭听了。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在1000年古老印度的文化里呢，8月是 Lord Ganesha 的圣诞。Lord Ganesha 如果大家不认识的话，就在印度这个文化里面呢，有一个人身头像的那个叫做象鼻神，或者叫做红财神 Lord Ganesha。Ganesha 是他的印度梵名，叫 Lord Ganesha。因为整个8月很奇怪，古人都已经知道了，在8月的时候的这个不是农历，是这个 August 这个月份，英文的8月。那么这个8月呢的这个星象之学，古人算的这个星象之学，就算到这个星象之学的组合，就是印度的 Lord Ganesha 的这个组合了，就是红财神或者象鼻神，在这个8月。那么在这个8月呢，要改变我们的命运，增加我们的，尤其是什么？增加我们的财富，生意兴隆，事业加薪，事业升级。做生意的呢，每年都旺的话，就靠这个8月份，其中一个8月份了。所以这个8月份呢，就是 Lord Ganesha 本身的月份。那么谁是 Lord Ganesha 呢？老师就要介绍这个 Lord Ganesha 给大家。大家看这个 PPT， 就是这个象鼻神，就是这个象鼻神。这个象鼻神呢，在印度来讲呢，是好久的这个文化，有5000年之久吧。他是一尊非常伟大、高能量场的圣者，最接近人类的财神了。那么这个 Hindu Lord Ganesha， 那么老师也在印度待过一段日子，他的神奇非常的厉害，他的秘密也非常的多，很多人接受到这个 Lord Ganesha 的这个正能量场呢，我告诉大家，可以讲是很快的改变自己的
命运。那么他本身是管什么的呢？他是谁？他是 Lord Shiva 跟 Devi Parvati 的孩子。那么破坏神跟 Parvati 呢，就是 Durga 他们生出来的孩子呢，叫做 Lord Ganesha。那故事太长了，老师就不讲了。那么老师讲他的最厉害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他的磁场能够做什么？破除负能量，它可以制造我们的财富，增加我们的智慧。人缘、夫妻、情侣，全部都有这个能量场所管辖之内。你说这个厉不厉害？是超级无敌厉害的。所以在这个8月，如果你觉得你很穷，你要增加你的财富。在这个8月，你要你孩子读书非常的聪明。在这个8月，如果你想找到这个就是往后找到很好的对象。在这个8月，你要挽回你跟你的太太先生的感情的话，你要贵人护持的话，不要错过这个8月的磁场。在整个印度来讲，这个8月的磁场就是专门拥有这个好事所发生。就是什么好事呢？人缘、贵人、财富、事业、生意以及智慧，在这个8月呢，可以充分的怎么样加强再加强。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那么我们继续看这个 PPT 了。那么在 Lord Ganesha 这个文化从印度传到西藏，传到中国，传到日本，传到泰国等等各国的国家，非常的厉害的。那么呢，在传到日本的话，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呢，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大圣欢喜天了。所以呢，这个象鼻神传到中国，传到日本，它就名字就改去大圣欢喜天。因为呢 ，Ganesha 本身是没有华文名的，很难翻译。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 Ganapati 也是翻不出来的。所以传到中国，传到日本，在日本呢，有一个很厉害的，专门专门修这个正能量的磁场，叫做大圣欢喜天。什么叫大圣欢喜天呢？你有了这个磁场在我们的身上的话，我告诉你，我们什么都开始非常的开心，钱也有，车也有，名表也有，房子也有，感情又好，智慧又有，还有什么不好的？什么都好。所以呢，这一座呢，老师本身呢也是跟他非常的怎么样呢？了解他的文化。所以老师今天在这个8月那么吉祥的月份呢，就把这个文化介绍给大家了。好，我们继续看，你有什么障碍，有什么困境，有什么麻烦，有什么痛苦，让这个 Ganesha 来帮你破除。在印度是这么样子的，你只要碰到问题，你什么都不用想，你只要想到这一尊，就是 Lord Ganesha 大圣欢喜天象鼻神的这个 vibration。这个能量场就可以了，你就感召这个能量场，求他帮你破除所有的障碍。一弹指，它可以帮我们解除掉很多的问题。那么今天有一个学员说他的儿子有一点麻烦，那么呢，如果你现在看老师的现场直播，叫你儿子跟你本身来祈求这个 Lord Ganesha 大圣欢喜天来帮你的话，应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就会化无了。所以这个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8月里 What are the do and don'ts 才能 hang on what 老师会告诉你的。待会不急，老师会告诉你。好，接下来呢，所以呢，每个新项目开业、搬家等活动，第一尊祈祷的就是 Lord Ganesha。告诉大家。你要搬家，很多人搬家说，到底是第一个 energy， 我要请的那个能量场的正能量的哪一尊的演化来进去我的新家呢？肯定绝对是大圣欢喜天象鼻红财神的。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的店开张，第一尊你要请的来镇住你的这个能量场，解除掉你的障碍，破除掉你的障碍的话，可以增加你的福报的话，谁都不用想，第一尊就是大圣欢喜天红财神 Lord Ganesha。你买新车，第一尊要请他坐在你的车，然后你这辆车走到哪里，望到哪里，一辆再买第二辆，第二辆买第三辆的话，第一个你要请他坐的就是象鼻神 Lord Ganesha，厉不厉害？
这个是老师亲自见证的效果，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厉害。所以呢，如果像学员们，你算了那个幸运数字不吉祥，例如说你住的家的号码不吉祥，老师每次教你一个方法，你赶快去请 Lord Ganesha 橡皮绳的 sticker 贴纸贴在你家的门的那一个门牌上，就会划掉这个不好的号码了。简不简单？简单又有效，超级无敌有效的。好，那么老师再跟大家Maggie 讲 ，We also pray Lord Ganesha at home。哇，恭喜你了！Need to chant Ganesha mantra。如果你想唱的话，也可以。就是学员们说，你需不需要吃他的咒语啊？等等啊，你想吃也可以。那么，待会老师会教你几个方法，非常非常厉害。8月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是他的日，他的那个月，所以记得往日我们要搬家，生小孩很重要。你生了第一个宝宝出来的时候，要给谁看到他 ？Lord Ganesha， 红财神。怎么样？老师下一场节目再告诉大家怎么样去做。孩子读书考试要考 A， 也是 Lord Ganesha。做生意要兴旺，也是 Lord Ganesha。你求婚姻不美满的话，夫妻不美满的话，你也求 Lord Ganesha。还找不到伴侣的话，也求 Lord Ganesha。我告诉大家，一定收到好消息，人生充满了这个奇迹的阿明讲我8月份生日非常好。那么你跟 Lord Ganesha 超级有缘。老师的香道馆，中国的香道馆都有非常庄严的这个 Lord Ganesha。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我们香道馆你只看到一尊 Lord Ganesha， 因为它就是有这么大的好处跟吉祥的正能量，非常的厉害的。好，我们就继续讲了，越讲越精彩。孩子读书要考试呢，一定要去求他，一定要去求他。事业、生意、升职、财源也要求他，接受他的磁场。再来呢，很多人问Christine 也讲说，我说 August 恭喜你啦，你这个红财神有缘。如果你不知道哪里去求这个红财神的话，你可以去红财神的庙，印度很多有红财神庙可以去。那么，如果大家来香道馆的话，也顺便去顶礼我们的红财神 Lord Ganesha， 他是非常非常的灵的，你去求他，他会帮助你的，很厉害的，很厉害的。好，那么呢，这一点呢，所以告诉大家这几个秘密。那么呢，为什么 Lord Ganesha 在整个宇宙界来讲，在整个人生的历史来讲，唯有他一尊显现大奇迹？为什么呢？因为在1995年在印度的印度庙有一个这个叫 Hindu priest， 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这个法师，他梦见什么呢？他梦见这个 Lord Ganesha 告诉他，明天我的今生会喝奶。所以他一觉起来的时候呢，他就喂奶给这个 Lord Ganesha 的 statue， 就喂他喝奶。没想到这个今生竟然把他的奶给吸光了，所以这个呢，他就非常的震撼，他就告诉所有整个印度的庙宇的人，或者拜这个就是相信这个 Lord Ganesha 的人说，今天这几天 Lord Ganesha 的今生都会喝奶。那么呢，在1995年的时候呢，整个印度所有的印度 Lord Ganesha 的今生会喝奶。不但如此，这个消息传到整个世界，那整周the whole week， 所有全世界 Lord Ganesha 的今生都会喝奶。你说神不神奇？全世界哪一个神明会显现大神奇给大家看的？这么久，只有第一尊，就是象鼻神大圣欢喜天，在全世不是一尊会喝奶，全世界的红财人都会喝奶，在整个世界来讲是一个大奇迹。在这么久来讲，只有他会喝奶。1995年 Lord Ganesha Dream。那么老师今天给大家看，所有的今生都会喝奶。那么呢，老师这个呢是从 YouTube， 大家可以看到 YouTube 1995年呢，这个 YouTube 呢就告诉大家，所有的红财神呢都会喝奶，非常非常的厉害这些法师都有讲，全部这个红财神在整个印度
都会喝上奶，这样子吸，这样子吸，整个奶呢就不见，太厉害了。有些人都不了解到这个呢，这个世界上历史的这个奇迹。所以你看这个法师讲了，只要把这个牛奶1汤匙放在这个红财神的嘴巴或者是他的象牙，他就会把这个奶全部怎么样呢？全部喝光光，全部喝光光，非常的厉害。大家可以在 YouTube 去找一下。那么再来呢，第二个呢，就看大家看这个象鼻神喝奶，你看它自动喝奶，神不神奇？多少奶都没有问题，它全部都给你喝光光，它全部都给你喝光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所以那时候在印度呢，一大堆人排队呢，就是请这个红财神来喝奶的了，全部来喝奶。好，这个呢就是老师要给大家看的。那么大家都看这个 YouTube 觉得非常的神奇。好，那么呢，现在呢，老师要告诉大家了，这个8月呢，只有这10天有效，这10天哦，这个8月听清楚了，哪10天？好，8月21号开始到8月31号是 Lord Ganesha 的大圣诞，这10天。大家觉得奇不奇怪？我们10月搓香球是不是有10天？那么这个红财神大圣欢喜Lord Ganesha要改变命运，也是这个10天。所以这个在这10天里面，8月21到8月可以今年2022 can still offer milk， 当然是可以的。那么大家听清楚了啊！8月21到8月31号。在我们的香道馆的香道皮宣，我们会设立 a sacred space for Lord Ganesha， 我们会设立大圣欢喜天红财神特别的一个神圣的净土，给大家来接受到这个10天的正能量场。大家可以来我们皮宣1天、2天、3天、4天、5天，哪一天你选来都可以。那么大家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会教大家如何链接跟 Lord Ganesha 的这个磁场链接。那么老师已经教给 Lily 啦、阿勋啊、阿路啊、Jupiter 老师已经教他们的方法了。所以大家一来到这边，8月21号开始8月21号开始，你们就可以来这边，早上11点半到傍晚6点半。好，我们看 PPT 一下。好，欢迎在这个活动，就是8月21号开始到8月31号早上11点半到6点半，可以到香巴拉来帮你在红财神面前祈愿，为你和家人增加正能量，排除障碍。August 21st to August 31st，OK。所以记得是早上11点半就可以来，大家可以排队来你可以带你家人来来求什么呢？来求你的工作，求你的生意，求孩子的考试，求你的姻缘，都可以求。我们都会教大家如何以古老最有效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如何去求 Lord Ganesha， 求 Lord Ganesha 来帮你。因为里面呢，你只要来，我们会教你一个特别方法。是什么特别的方法？你在 Lord Ganesha 的那个金身呢，会做一个 special magic。这个 special magic 呢，老师先讲这个小小的这个这个小小的这个怎么讲寄语吧，给大家分享。你祈求这个 Lord Ganesha 的话，你就讲这个寄语是什么吗？就是贴着红财神的头，赚钱不用愁；贴着红财神的背，赚钱不疲惫；贴着红财神的心，事事都顺心；贴着红财神的手，点石变黄金；贴着红财神的足，处处逢贵人。哇，你说好不好？超级无敌好的，
那么老师讲这个寄语呢，是小小的透露给大家听，如何去祈求这个红财神大圣欢喜天，非常的奇迹般的。那么呢，如果大家觉得这个8月不能错过，8月21，记得 21st to 31st，8月21到31号，我们这边除了星期一没有开放以外，应该是8月21是星期几啊？不用公平，你什么都不用带来的，我们都会 arrange everything， 你什么都不用带自己来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带来。应该是礼拜天，星期天，所以星期天的早上11点半，大家都可以开始来了，都是可以开始来。如果大家怕排队太久的话，请你预约莉莉、阿勋他们预约你几点来，就比较好一点，就不会一直排到排队排得非常的长。所以呢，我们会教大家，而且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你们只要8月21或者30来这里的话，来亲自跟红财神大圣欢喜天Ganesha接轨的话，老师不是有那个 Lord Ganesha 的卡吗？有那个 Lord Ganesha 的卡，那么你祈求完的时候呢，我们会让你抽那一张卡，这代表红财神跟你讲话，就是代表什么？红财要对你说什么话，你就可以直接红财神会跟你讲。神不神奇？哇，非常神奇的，非常非常的神奇的。如果家里有供养红财神，每天说也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如果家里供养红财神，每天说都可以的。如果自己的家坛城有供养红财神，在这10天也可以特别做什么给供养啊，持他的咒语啊，修他的法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么你要知道真正的怎么弄的话，老师鼓励你8月21号到31号，你到向道馆，我们会教你一个正统的方式，如何跟红财神的这个正能量接轨。大家不要忘了，错这个10天就没有了。我们1年只做那么1次，其实是从来没有做过，因为是 COVID 没办法做。这是 COVID 我们的大开这个方便法门，就是可以来的。我们第一次在我们香道馆这么做，所以大家一定要来看看怎么去做，以这个最好、最快、最有效的方式，如何的去链接这个正能量，而且大家链接好了，还抽一张卡，就是 Lord Ganesha 的卡。Lord Ganesha 亲自对你讲话，你应该是怎么样进步自己？Must be Chinese speaking? No. English is fine. English, Chinese, Japanese, French, German, in all languages is fine. No restriction. No restriction. 记得这个不但自己来，跟家人来，跟朋友来，跟好友来。非常的厉害的方法，大家可以看到有多厉害，感受它的磁场有多厉害。8月21号，那么还有一个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8月30号，非常的重要的一晚。8月30号晚上7点半到10点，老师亲自带领大家搓香球。在这个红财神的圣诞，老师挑了一个非常吉祥的日子，就是8月30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半到10点左右，老师会教大家如何在红财神的圣诞搓香球，把身上的障碍、灾难、不好的事情、病难、有可能发生的意外呢，全部转移出去，在这个香球里，不会染上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带大家怎么样呢？供养红财神，有7种供养红财神来开我们的7轮，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大家有做聚宝盆的话，你当天可以拿你的虫肉啦、神石啦、神螺啦、神手啦，全部打包好，当天拿来，老师会教大家如何增加你的聚宝盆的能量场。因为如果你觉得你想拿整个聚宝盆来也可以，如果你不嫌重的话，如果很重的话，你只要拿开它的虫肉啦、虫眼啦、神石、神螺、妙手，单拿这些来，在当天让它增加它的能量场，回去再安放在你的聚宝盆也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要增加聚宝盆的力量，要搓香球，把所有的不好的搓掉、转移掉的话，
而且呢，如何同时开发我们的7重轮的话，这个课程不能错过，因为1年只有那么一次，1年只有那么一次，在8月30号晚上7点半到10点。哦，那么呢，这个收费是怎么样呢？因为就是168，那么呢 NFT 的学员是128，包含什么？恭喜大家了，全部的费用包含着20克的香粉，搓香粉，包含了老师亲自做的 Ganesha 的香水，包含了牛奶、果糖、花、蜡烛，全部包含。大家不用买任何东西，全部已经包含好了。香球是20 gram 是大包的，全部已经包含好了。只要大家来搓香球，把负能量给搓走，然后呢，所有的贡品老师教大家如何去供养红财神，同时开发我们的7重轮。如果大家有做聚宝盆的话，你就拿聚宝盆来，老师教你如何增加聚宝盆的力量。如果没有聚宝盆的话，这期间可以请聚宝盆来做。如果有聚宝盆想 upgrade 聚宝盆的话，加强聚宝盆的话，也可以如此这么做。因为这样子做，老师马来西亚的香油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吗？自己做哦，这个老师没有想过，也可以吧。最好马来西亚没办法来的话，你就在家里做吧。如果你懂得做的话，当然新加坡学员你肯定是来参加这项活动的。不是店里，我们一共会有，老师觉得一共会有100多人，就像我们的禅定班在隔壁的13楼，我们的禅定班一直这么做，一起搓香球。我告诉大家，非常壮观的盛会。对啊 ，Lester 讲了，大家一起这个什么共享盛举，这个呢是真的。大家从来说，老师我要大家一起搓香球，感受一下这个范围，真的。8月30号，红财神的大吉圣诞的其中一天，老师选了那一天搓香球，大家一起搓，老师会亲自教导如何搓。老师会亲自教导如何搓。One day，August 30th， 就一天搓香球嘿，一天嘿，不要那么多天一天搓那个香球。One day，August 30th，OK。那么呢，大家看这个 PPT，August 30th， 7:30 to 10 p.m. 那么老师会教他搓香球、链接7轮供养法、加持聚宝盆。如果大家还没做聚宝盆，可以赶紧做。如果做的话呢，就怎么样呢？加强，再加强。NFT member 2128对吗？对。NFT member 就是我们Mandala Fund NFT member， 我们的电子化特别优惠128，所以还没有买我们 NFT 的话，想买的话，每次都有大折扣的话，请到香道馆来，我们会帮你选照片吧，选你想要的守护神，再来买，来享用我们的这个高级会员的这个福利如何报名？你可以打电话给 Lily 阿勋或者Lily 阿勋。这2位呢来报名就可以了。你有我们的电话吗？或者 Telegram 可以按我们 Telegram， 或者你 Private Message 在这边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好，那么欢迎大家参与这1年1度的盛会大活动。那么呢，当天呢也会给大家抽卡，就是8月21号到31号到我们香道馆来。红财神亲自为你对话，是个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Pick a card, get a message from Lord Ganesha。还有是什么呢？1年1度的开财库，这个也代表开财库之日了。另外一种说法呢，以华文的说法呢，8月21到31号也等于红财神赐财给我们。所以大家记得来我们香道馆来拜见红财神，就是老师会教的方法。那么最重要的是8月30号。在13楼，另外一座13楼。如果大家有参加过老师的禅定班的话，我们会给大家地址来参与，应该有100多人都会来，100多人到200人的盛会，所以大家尽快报名，位置有限，因为位置没有那么大，所以大家位置请快一点报名啊。好，那么呢，还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还没有做聚宝盆的学员们，或者是学员们，你有1根重漏，你想请多1根重漏
或者要增加你的聚宝盆的能量场的话，老师这是给大家方便了。不管是重漏、奇难重漏、奇难板头重眼，甚至沉香、奇难的线香、神螺、神石、妙手、乳香、墨油、阿拉伯树枝，这个都是做聚宝盆的材料。老师这回因为红财神的大圣诞，给大家这个双喜临门特价，全部给大家打9折 ，10% discount。NFT holder 还没做的话，给大家打85折 ，15% discount。所以在这个月份想做聚宝盆的，不是 NFT holder 的话，老师给大家10% discount。你是 NFT holder 还没做，或者要加强你聚宝盆的话，抓紧这个时机。那么老师给你们的15% discount， 只有到几时呢？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31号，1个月的时间，给大家筹备你的聚宝盆。给大家很大的优惠，也就等于红财神赐财吧，就直接扣了 10%。那么non-NFT member 是扣了 10%，NFT member 呢直接扣 15%， 非常的划算。所以这时候呢，你要请奇难，你要请沉香的话，这时候是最划算的，非常的重要。好 ，Sales period 是 July 31st to August 31st。Sales period 就是现在开始了，今天好。那么现在老师再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在这个8月份，因为是红财神的大磁场，老师今天教的安置香炉的神奇妙法。如果大家有拜佛的，或者拜神的、拜祖先的、拜地基主的，老师今天教你这个方法，在这个红财神的开财库的时候做这个方法。什么方法？教大家如何把你的香炉做成 powerhouse， very important。你整个香炉做 powerhouse。好，那么怎么做呢？老师现在告诉你，你如果供神、供土地公或者供祖先呢，都能做。你就把这个香炉的灰先把它倒掉，不是倒丢掉是倒在旁边。然后这个炉底要放一个妙宝，这个炉底要放什么呢？我教大家，就是放这个黑奇楠，小小的黑奇楠，大家有看到了哈？小小的这个黑奇楠，这个黑奇楠大家都知道的，它是代表龙穴，现在趁这个8月红财的圣诞，老师现在教大家，如果你家里有祭拜坛城的话，把你祭拜的坛城变成龙穴之炉。非常的重要，拜得很旺，放在佛的坛城，土地公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旺，祖先也非常的旺。所以呢，怎么做？就是这个黑奇楠小小个一个就够了，放1粒在你的香炉，然后把灰盖住，再插香的话，你的炉就会启动为怎么样龙穴之炉了。老师讲过了，奇楠是怎么延伸出来的？这棵沉香树在龙穴的上面，它才可以结出奇楠，不然是没有奇楠的。整个树林里面只有1颗到2颗奇楠，没有多的奇楠。所以奇楠为镇坛之宝，为这个镇宅之宝。为什么奇楠是这么厉害呢？因为它吸取龙穴的 power spot of the earth， 龙穴的力量精华。所以呢，香炉在我们佛教界、道家界来讲呢，如果你有的话，这个炉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炉怎么把它催旺更加的吉祥、更加的重要，你就一定要用在我们的香方香的世界，你就把这个奇楠，老师从来没有讲过今天是第一次讲，你就把这个奇楠放在你的炉里面，然后放灰，你每天插香，你的炉就越养越旺，你的家的运程就越来越旺，旺到不行。我告诉你，尤其土地公的放1粒，佛堂放1粒，祖先如果你有拜祖先在家里再放1粒的话，我告诉你，你只有好事没有坏事，旺到不行就对了。怎么样呢？就是请这个奇楠。那么因为这个是 Ganesha 的月份，所有的奇楠by 10% discount， 甚至是什么呢？甚至 NFT 的这个奇楠是 15% discount。那么这个奇楠多少钱？
100多到800多，也没有很贵，100多块到800多块。所以如果大家要快一点请购100多块、200多、300多块的话，快一点到香道馆来请，因为我们才几例没有了，没有了。什么来的 ？Adelaide， 等下 ，Lester 讲 21st to 31st go any day for quick prayer ceremony and pick up。对的 ，On 30th itself is the person 搓香球 ceremony, which is a big class， 是在我们的13楼。对的，对的，对的，对的。Can put inside the flower pot ash 啊，是什么意思啊？花水炉那个。哦，花水炉啊，看，哦，厉害，老师把它忘了，花水炉。如果大家没有拜神也无所谓，不一定要拜神，赶快请神佛像来坐着，不用。花水炉的中间不是有插香的吗？中间那个花水炉那个灰，你先把它倒掉，放这个进去，再把 ash 放上去，在你的花水炉，我告诉你，更 very powerful，super powerful。老师还有一个证人还没有出来而已，这个证人是什么吗？老师小小的透露给大家。他来找老师是他的朋友介绍来香道馆，他也安了花水炉。我记得他跟老师讲，老师如果你可以帮我中把票，就很信你。我告诉你，他安了花水炉，连续她的老公中到今天，已经是几个礼拜了，3个礼拜了，每个礼拜都中。老师再请他上台，上来做老师的证人，你看有多厉害？单一个花水炉，每个礼拜中把票，很厉害的。还有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的那个 Jocelyn。更加的夸张，已经中了10多、20多次了，中到他夸张，我说夸张的要死，这么容易中，人家整条街的这个号码买的都还没中，他随便买就随便中，也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花水炉非常的厉害的。所以呢，如果大家要让大家的花水炉更加厉害的，真的是不用想的，这个黑奇楠的这个小木块放在花水炉的那个炉里面。每天插香 activate 的话，我告诉你，非常的为什么？这一粒 last for your lifetime， 不用每年换，单这一粒 last for your lifetime， 永远这么用下去。你说神不神呢？非常的神，我们才有几粒而已，没有多少粒而已。所以呢，阿路现在都在算，老师没有多少粒，所以大家。因为老师讲过了，这个奇楠这么小块的黑奇楠，不是说有就有的了，很难得的，也没有说几次才来没有的。所以趁有这个机缘有的话，请大家这个珍惜一下。OK， 老师 ，I put rice in that container for the incense stick. Once a week, I throw away the rice. Oh, you don't throw away the rice. You wash the rice and you can eat it with your family. Eat it with your family. 最好是放灰吧，放灰。这个黑奇楠放下来放灰，放在花水炉 ，very good。谢谢学员们，你提醒了老师。不然老师一直想是佛坛的佛的炉啦，土地公的炉啦，祖先的炉花水炉也可以做。那么呢，赶快这个星期2赶快下来选。你的这个黑奇楠的放在炉里面，因为不多了，我相信1-2个礼拜呢就可以，应该是没有了吧。我们学员很厉害的，每次星期2很多人就来踊跃来请购。How much？ 100多到800，看你要选多大吧，100 plus 就有了，可是几粒老师就不知道了哈。OK， 那么还有学员问什么？Yes, Lord Ganesha is 红财神 in 密教 Tibetan Buddhism. Yes, it is. 就是这样子的。好，那么讲到这里的话，已经是9点35分了。期待见到大家哦，红财神家。OK， 那么老师再重复一遍，8月21号到8月31号早上11点半到6点半，大家有空就来我们的香道馆，因为老师会设一个特别 special Lord Ganesha 的 sacred space，
所以大家来，老师我们会教你们怎么样的跟它链接 ，connect with the positive vibration and make your wish，然后会 pick 一个 Ganesha 的 card，so that Ganesha can speak to you directly， 红财神直接来跟你讲。那么第二个活动呢，就是8月30号，我们会做搓香球的 class，OK， 那么呢，这个呢就是100多人参加的。这个呢，就在8月30号7点半到10点，请大家也尽快报名一下，因为只有8月1年1次，如果大家错过这个机会，要等明年的8月再来改变，就是祈求红财神来改变我们的命运的。如果不要等明年的8月，这个8月尽快报名了，尽快报名了。好，那么今天老师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个2个礼拜呢？老师整个节目会跟大家介绍 Lord Ganesha 红财神有多的厉害，他有多的神奇跟产生的奇迹。2个礼拜后，老师会完全的介绍这个 Lord Ganesha， 给大家更加的认识，对他更有信心，好不好？好，那么如果有什么疑问呢 ？Please call us，call Lily，call Ashin 来请问一下，赶快这个礼拜呢，如果想请这个黑旗男，而且 10% discount 到 15% discount 来安在你的花水炉，安在你的神坛的炉、土地公的炉或者祖先的炉都可以，请尽快来选。这个 item 呢 on the website 是没有的，因为它太多了，太多 variation，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做 ，OK， 对不对？所以呢，请大家星期2就可以开始来了。好，那么如果什么问题的话，请拨个电话。如果不懂电话的话，丽丽应该可以放电话在这个我们的这个 chat 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了 ，WhatsApp 比较好一点 ，WhatsApp 来给大家方便一下。Buddha Fit Can 什么意思啊 ？Buddha Fit， 我们好像没有 Buddha Fit 我们没有 Buddha Fit， 我们没有 Buddha Fit OK， 好，那么老师就讲到这里啦。那么来年星期2就见大家了来请这个难得一见的龙穴，请到回家放在你的炉，在这个8月做这个method is super effective。好，谢谢大家了。2个礼拜后，老师跟大家见面讲解红财神 Lord Ganesha。Thank you very much， 拜拜。